第80屆聯合國大會早前喺美國紐約嘅聯合國總部舉行，超過140位世界領袖聚首一堂，重點討論以巴兩國方案同埋減碳計劃等等嘅議題。不過咁樣一個領袖雲集嘅會議呢，竟然發生咗幾宗耐人尋味嘅蝦碌事件。首先呢，就係當地時間9月22日，法國總統馬克龍喺聯合國總部演講完之後，坐車翻去法國駐紐約嘅大使館，但係呢，就喺路上邊嘅紐約警方封鎖線前邊呢，被攔咗落嚟，唔俾佢通過。原因呢，就係特朗普嘅車隊要過，所有嘅道路呢都要封，連馬克龍嘅車隊亦都唔能夠例外。大家都係總統，你行得我唔行得，於是馬克龍呢就即刻攞出個手提電話打俾特朗普，同佢講：喂，你好嘛？你估發生咩事？我而家企喺條街度啊，因為你成條路都俾人封晒。不過特朗普並冇幫馬克龍解困，紐約交警堅持要將呢個法國總統擋喺路上面。馬克龍同隨行人員只好汽車步行去大使館，足足行咗30分鐘。沿途呢仲不斷俾市民野生捕獲，捉住佢影相啊，甚至傾偈。有個男人更加走埋嚟親吻咗馬克龍嘅額頭。鏡頭前面馬克龍雖然仲係笑騎騎，但係貴為一國總統，遇到呢個奇恥大辱，真係唔嬲就假。不過特朗普實在得罪人太多啦，結果第二日呢就嚟個現眼報。第二日9月23日嘅聯合國大會上邊，美國總統特朗普帶埋個妻子嚟到聯合國總部，一踏上自動扶手電梯，電梯忽然間就唔喐啦。眾目睽睽底下，特朗普只好硬住頭皮行上樓。琴晚馬克龍行咗半個鐘仲笑笑口，今日特朗普行一層電梯已經黑晒口面啦。之後特朗普喺大會上台發言，正準備表演佢嘅雄辯滔滔，面前嘅提詞機呢就忽然失靈。特朗普好嬲咁話：操作提詞機嘅呢個人要大禍臨頭啦。之後佢喺講話裏邊呢繼續發難，佢話聯合國俾咗我嘅只係得2樣嘢，一部壞咗嘅扶手電梯同埋一台失靈嘅提詞機。事後白宮發言人表示，聽聞呢有聯合國嘅員工私下開玩笑咁講，話會喺特朗普嚟嘅時候呢熄咗個電梯同埋升降機。如果呢次真係聯合國員工蓄意所為，應該調查同埋炒咗呢啲員工。不過聯合國發言人呢就反駁話，其實係特朗普嘅攝影師為咗影佢嚟到聯合國總部嘅畫面，倒轉行上咗扶手電梯，唔小心觸碰咗緊急停止嘅安全裝置。至於失靈嘅提詞機呢，更加唔係聯合國員工嘅責任，因為美國總統嘅提詞機向來都係由白宮操作嘅。無論係唔讓路俾馬克龍，要佢行半個鐘返領事館，亦話聯合國電梯同提詞機離奇咁為特朗普而壞，兩件蝦碌事件嘅出現係有心定係無意，不得而知啦。但係特朗普嘅唯我獨尊，得罪全世界，卻係不爭嘅事實。如果中意我哋嘅影片，請你撳 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。想收到我哋最新嘅影片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同埋撳埋個啷啷啊！多謝大家。